然后第八个就是第八个发愿的话呢，就是面前并供养这个诸如来而发愿就是面前并供养这个诸如来而发愿，愿成面见诸如来，及诸佛则众围绕，于彼皆行广大供，今为来劫无疲厌。那么这个发愿呢，就是说愿我在这个生生世世当中能那个见到这个如来的真正的这个面容就是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有很多众生呢，就是有缘就见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如来，就是同样的，我们也是将来就是比如说弥勒佛出世的时候也好，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就是真正这个如来化现的这些大菩萨，就是能这个亲自见得到他们的，并且呢，就是见到这个如来的时候呢，不是单单的一个，就是有无数的这个菩萨，无数的这个声闻阿罗汉，还有呢就是什么这个四大天王当大施主当很多很多的这些宗会呢，就是围绕着的，就是非常这个庄严的就是繁星呢，就是这个装饰这个满月一样的，就是这样的这种就是这种这个场景呢，就经常见到，并且见到这样的这个如来和佛子的这种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在他们面前就是做这个大型的这个供养，就像以前那个什么这个什么就是神光王就是神光王这个供养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一样的，就是做这个特别大型的这种这个供养，就并不是供养这个一盏灯一根香就不是这样的，应该就是金银财宝就是或者说是整个这个世界的是装满就是七宝来这个供养这个诸佛等等，而且这样的这个供养呢就是未来的这个无数界当中，你看这里也讲了，我们今为未来的一切界当中呢，就是供养，但一点就是这种这个疲倦和这个疲厌都没有的好像在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吧，就是清净心供养，一切诸道是什么心常无言足，究竟成佛道，就是这个接诵跟这里特别相合，就是我们经常也是喜欢念诵这样嘛，有清净心供养，一切诸道是这个心呢，就是常无言足，就是供养这个如来也好，清净如来也好，诚实如来，诚实善知识，这些都是不要有这个言足就是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究竟成佛道。我刚才讲了，我们现在这个发心也好，或者说是做善事呢，就是千万不要有这个言足也不要有满足感就说实话，我今天就是念一遍普贤行，念10万遍，念100万遍，多少的话呢，不要有这个这种满足感，就是一直要我们像就是有一种这个。不断的一定要有一种这个精进的这个心就精进的这个心，所以。如今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的这些众生呢，真正是见到如来的这种机会呢，都是没有的。就是的确也是释迦牟尼佛实现这个涅槃的，其他的一些如来呢，就是没有这个出世，我们没有这个见到。但是我们现在最幸运的、最开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佛法没有这个阴谋，佛法没有阴谋的话呢，那么如来的身相呢，我们就是经常见得到的。这一点呢，希望就是大家应该这个珍惜因为现在可以说这个像以前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唐卡，有一尊佛像的话呢，哇，大家这个欢喜的不得了。因为现在的话呢，可能这个科技比较发达，产品也就是种类比较多造一个佛像造一个唐卡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所以人们呢就是往往都是不争气的。以前我小的时候呢，就是我看见我隔壁就是有一家这个喇嘛，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家就是他家里有一个出家人，就是然后这个出家人呢就每年那个过年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家里有一个唐卡，就是然后拜访，然后我们好多孩子的话呢，就是一直等待，就觉得说哇，这个唐卡太庄严了，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自己拥有这样的一个唐卡，就好多都是就是那个过年的这个30号，就是这一天呢，就是一直这个等着这样的，而且有时候是他家里有一些铜像，就是我们家里都是没有这个佛像，也没有唐卡，但是呢，特别羡慕，就是特别羡慕。
但现在呢，的确是这个到哪里去就是请一尊佛像和请这个一个唐卡呢，就是不是很困难的。其实这个是众生的福报显示的啊，在佛法隐没的时候肯定没有的，遍地的地方呢就是肯定是没有的。然后在这个非人的地方呢，就是也是没有的。现在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不管是自己家里全部是这个做这个佛堂的话，的都没有这个困难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呢就不珍惜的啊，就这是一个佛像，就这是一个纸卷，就是跟其他的一本什么广告啊，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差别，就相提并论，就扔出去，这是特别不好的事情。我们遇到这个佛像，我自己的确也经常这样的，我就每次的是就是拜一拜，看见一些这个佛像的时候呢，就总觉得是这一辈子呢，就是还是来到这个世界是非常有福气的、有福报的。否则的话呢，就是见一尊这个佛像呢，在这个生生世世，可以说千百万，就是变成这个旁生呢，变成人类的话呢，不一定能这个见得到的。在我们的眼根，就是跟这个阿赖耶上面呢，就是种下一个见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种子。所以呢，我们对这个真正的如来的除了这个观想啊，就这些以外，都是我们现在就是见不到的。但是呢，我们见得到这个佛像，我们呢就经常在佛堂里面就是可以这个供养，就是这样的话呢。我像那个好像最近我们网络上也是专门设一个佛堂，就是听说供养的人呢就是比较多，就是这是万法唯心造，就是我想应该是同样的这个有功的啊，就同样的这个有功的，就是这个佛像的这什么网络上的这个佛堂的话呢，就是这是主要针对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家里就是不干这个设佛堂的，就是家人特别反对的。如果一发现的时候呢，就是马上炸佛像，然后就开始这个打仗啊，就为了就是不发生就是打仗，就是然后呢同时呢就是自己伤亡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同样这个供佛的，就是为这些人呢就是做这个准备的啊，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其他人呢，就是也没有这个这种这个情况呢，就是自己在家里就是供佛啊，就是磕头啊，就是这些是很有用。而且我们普贤行愿品念诵的时候呢，也这样发愿，我将来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功夫不要有这个厌倦之心，积累质量不要有厌倦之心啊，否则的话呢，我们很多人的就现在就发几天心以后呢，就是说是没有力气了，就已经厌倦了。就是我去年有一个道友，就是他气色都是很不好。我说是什么？因为发心时间太长了，所以我现在疲倦了。不知道多少劫，就是可能是有无数劫吧，就是敬畏来即无疲厌啊，就不要好像我们做一些这个其他的时间的非三事的话呢，就特别有精神的，就是然后一做三事的时候呢，就是大瞌睡，就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听课的时候呢，就是一直大瞌睡，然后听完课以后呢，就是很精神的，然后跟他做一些就是聊天啊，就这样的话呢，就是特别精神，身体也好，就是什么一听课的时候就开始就是身体不好了。